大家好，我是苏先生。基本要教大家做运动哦，大家跟下来做。基本教运动是经络势能，经络加上体适能的运动哦。第一个运动练习的时候，先开始要练习站姿要站好，脚要打开了，双脚打开了，要跟条偏发，这是收小腹，大腿夹紧收小腹，姿势要站好，很重要哦。二的时候头顶直，跟条不用下来，吐气，松开。记得我们开始的时候先练呼吸，结合你的动作，吸气，大腿夹紧，太极比开，夹紧，头顶直，收下巴，还是吸气哦。肩膀跟条不用下来，时间吐气，好，全身松开。这是我们运动开始会练习的呼吸法。那第一个运动，踢掌运动是右弓扩胸右弓扩胸老师等一下会测试侧边的动作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练习的时候呢，首先站姿要站好，与肩同宽。你的右脚你肩胛胸后背向后伸直，脚底撑直，身体保持中心姿势，后脚跟撑，前脚膝盖微弯，把这个腰腿给它拉筋来筋。竖耳打口了，扩胸，鼻子吸气，打口了，数重了，抱自己，吐气，心肺去强化。竖打口了以后，心肺胸腔就有拉到，拉伸，嘴巴吐气就数重了，竖打口了，吸气，收回来吐气。我们后脚休息一下，我们一次做4个8拍，做4个8拍，后脚跟撑直，前脚膝盖往前，拇指空调前，合适哦。打开来吸气，收回来吐气，1、3、4，慢慢来哦，5、6、7，等候2、3、4、5、6、7、8、3、3、4、5、6、7、8、4、3、4、5、6、7、8，做好的数不用下来，后面给我数重了。我们等一下我们要换脚右脚肩胛做好做脚，慢慢来哦。脚打开来，做脚向后踩一步，后脚跟要给我撑直，撑直，前脚膝盖往前，站姿要站好，竖打口来吸气，记得吗？竖打口来吸气，鼻子吸气，数重了收回来抱自己，打开来的时候竖打口来打开来之后这边会双扩胸，这个扩开，心肺给扩开，拉筋拉伸，吐气抱自己，做对吗？好，我们后脚先休息一下，慢下来，可以困一下，好，脚撑直，可是吸气，吐气，吸，吐，慢慢做，慢慢来1、3、4、5、6、7、8、2、3、4、5、6，扩胸，收回来，慢慢来3、3、4、5、6、7、8、4、3、4、5、6、7、8，后来数不用下来，给我起条翻一下，胸前。好，我们就是我们第一个的运动，踢一掌运动就右弓扩胸把我们这个心肺我们这边锁骨骨头好的地方叫中府鱼门穴，肺经络酷扫咳嗽胸闷，要多做一些扩胸的动作去调节我们的呼吸。第一掌，第二个运动就是我们的左弓拍手就是每一个动作，肩胛做右脚左脚都要做一次做一次。左弓拍手，
也是一样哦。哎呀，我们一样是后脚要撑哈，变成这个跟着老师做哈，脚打开，脚打开了，好，金脚向后拨，好，一样撑直，好，脚的动作都一样，脚一撑直，前脚膝盖往前，把后脚跟拉到我们这个屁股这个位置，然后拇指空调前，腰稍微由过向后拨，好，稍微拉直一下，好，两只手打开了，两只手打开了，好，胸调前，后束。向后拨，好，拨弄背部给它拉伸，向后拍，尽量往后拍啦，向后拍，好，破束哦，都得嘛，拍不到后面的，觉得哦，那束刚刚啊，拨弄刚刚都得哦，破脚嘛都得哦，啊，向前拍，向后拍，好，向后拍，向后拨破束，哦，做不到哈，做不到就拍，哦，拍膝部时候拍屁股就好，好，后脚休息一下，好，后脚。就这样打侧后脚跟撑直，我们开始做前那个拍手的动作哈，前拍，后拍，4个8拍，预备起，1、2、3、4、5、6、7、8，1、慢慢来哦，4、5、6、7、8、3、1、3、4、5、6、7、8、4、1、3、4、5、6、7、8，后来后脚后面的脚就往后休息一下，往前慢慢来，好，来我们换边换脚哈，慢慢来哦，慢慢来哦，没有赶时间哈，好，开始时间哈，脚打开来，好，弯脚哦，脚要踩好，后脚跟要撑直，好，这边整条这个。像一条剑一样拉直，好，前脚的膝盖起跳胸前，好，向前移，好，手会打开了，吸气哦，吸气打开，好，前拍手，好，向后拍，好，胸前破束，好，向后不会破束，做对吗？哦，可以是哦，预备起，2、3、4、5、6、7、8、1、3、4、5、6、7、8、3、1、3、4、5、6、7、8、4、1、3、4、5、6、7、8，好，手不用松哈，脚几条慢起来，慢慢手都调前，好，很好，这是我们第2个运动，叫我们的左弓拍手哈。第3扎运动是护心解闷呐，我们这个胸口哈，胸部的地方叫膻中穴啦，好，要去用手，等一下用手哦数字哦，哈起来，哦数重了，吹，哦吹哪里？吹我们这个胸口的地方，膻中穴哈，要去震一下，好，这是手的通州，我记得，好，等一下要搞哈。那手收回来的时候，脚也要深蹲哈，就是微蹲呐。脚给不搞太高，我们在弯腰的时候要怎么弯腰拿东西哈？结合这个深蹲跟这个护心解闷的动作，通州。好，深蹲的技巧呢，就是手打直吸气，啊，媳妇屁股往后翘，身体往前移，好，膝盖慢慢会往外八往前，啊，眼睛看地板，你看到吗？看背部、腰、胸口、头呢一直线哈。都这样也不行哦，这样就折到不行哦。我们腰背跟头都是成一直线，好，慢慢的蹲，好，放起来，站起来，好，再一次哦。等一下要结合蹲跟捶胸口的动作，好，结合一起，好，手打直吸气，好，屁股往后翘，手小腹往后翘，膝盖往前，身体往前移，拇指空挺来哈，有没有看到吗？我们腰。背、头都是一直线，好，放起来，好，等下哈，等一下就是手，好，手指哈起来，好，数重了，捶胸部，捶的时候，手慢慢的数重了，媳妇，哦，屁股翘起来，好，站起来，好，手收回来再数，打一下哈，轻轻打就好了，打那个膻中穴，解胸闷，好，膝盖就要弯，好，屁股往后翘。再站起来，好，
开始哦，预备起，一、二、三，慢慢来哦，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很好，慢慢来哦，六、七、八、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嘞哈，数不用下来。好，这是今天教的第3扎运动，叫护心解闷呐哈。我们今天教3个运动，我们复习一次哦。第一个怎么做？抽，胸一下哈，右弓扩胸嘛，好，右弓扩胸，好，就是竖打开了，好，抱自己，好，记得每个动作就是打开就吸，好，收回来就吐，啊，吸吐，都不可以憋气哦，啊，吸吐，好。第二个运动是破束哈，好，前拍，抽，后拍手，前拍手，后拍手，哦，前拍。后拍哈，叫做弓步拍手，好，前拍后拍，好。第3个运动是我们的护心解闷啊，就膻中穴啊，就有空要去刺激它，结合我们这个蹲的技巧，增加我们的腿力哈，腿部的力量。好，数打车，好，数好嗨起来，数重了，起跳，膝盖弯起来，正一下，打直，正一下，好，打直，好，慢慢来哦，数重了，好，打车，好，弯起来。好，站起来，好，你不你搞3个运动哈，回家好好练习。我们来开始练收弓操，竖打勾了，好，像竖心，竖巴掌，用弹钩拉一下，好，跳哪空弹钩45度，好，跳哪不用下来，手不用下来，好，手打向上拉，吸气，好，头不用下来，吐气。好，给不给教大家3扎运动哦？回家要你好好练习哦，好好练习。大家做的轻好，好做的动好，等下要喝水哦，下困一下。大家好，我是苏先生。给不给我教大家做运动？大家跟下来做哦。好，今天要教的是全身的经络运动哦，经络。加上体适能，好运动，轻后运动，大家上班后认真学哦，好认真学。好，第一个运动是点压肠胃了，就是我们肠子哈，这个消化啊代谢增加，排便蠕动加快哦。好，开始时间哈，要记得，好双脚打开了，脚打开啊，与肩同宽，双脚打开了，要紧跳，偏发，好吸气一样，吸气。太脚比夹起，吸气夹紧，好收小腹，头顶直，跳哪卡正，好头顶直，跟跳不用下了，好嘴巴吐气，好跳哪不用好，头松，肩松，腰松，腿松开，吸气就全身夹紧，鼻子吸气，好吸5秒，从脚吸到头，嘴巴吐气，记得哦，好不用肩膀松，腰松。腿松开，我们要记得哦。你站姿哈，如果是站着运动，脚尖要打直，重得打勾了，脚尖打开哦，气就跑掉了。好，所以脚一定要平行，好要平行哦，记得哦。好，第一个运动教大家点压肠胃，好肠胃的消化代谢蠕动。肚脐哈，肚脐不用看到吗？肚脐2片，好肚脐好哦，走出这样听听吗？看起来。肚脐下一个拳头距离，好，就是我们的肠子这里。等一下哈，用扎手哈跳起来，而且刺进去去拨动这个肠子的代谢很重要哦。我们就是让它肠胃蠕动加快，好，大家用扎手，好跳起来，贴紧，好转过来，反过来，好反过来，好刺到哪里？刺进在我们肚脐下一个拳头的距离，好刺进去，有时间哈放起来啊。7点还是8点啊？有空起来啊！我记得要做啊，刺进去，手一下了，要停通，4秒钟。好，刺进去，要用力哦，要出力哦，好，出3分力就好，慢慢拨动，好，拨一拨，好，这样拨一拨，4秒钟。好，
是筋片啊，右边、左边都要拨了啊，都要给它去拨动啊，拨筋啊，拨动，再换边啊，你起嘎做哈，自己做就是原地吃进去，拨10秒钟，哦，拨完以后再喝少水啊，喝温开水，喝温开水哦，那代谢增加，好，那上课呢，老师会教就是要有节拍啦，哈，数降啊，跳起了，反过来1的时候刺一下，2松开，手指头都不要离开皮肤哦，好记得哦，啊，要数拍子哦，啊，大家都听会讲哦，请会讲的，预备起，1、2、3、4、5、6、7，然后1、3、4、5、6、7、8、3、2、3、4、5、6、7、8、4、2、3、4、5、6、7、8，好了哦，不用口了，2只手堆叠，反手哈，去搭皮下组织3公分去拨动，效果是最好的，效果是最好。好，这是第2个消化的蠕动代谢啊，第3炸运动会搞太嘎。第3个是要全身的律动，好，全身都动得到哦。好，太嘎数降矮，用在数降矮，少吸，好，少吸站好，好，少吸站好。我们那个你好搞图书哦，学校读书不是说少吸立正，好，少吸站好，好，定好用在数张哈，手肘向后背挺通一下，好，胸后背挺通一下，啊，脚尖啊叫张哈抬高啦，脚跟要抬起来，好，不用哈了，好，手往后，记得吗？往后，好，就是脚跟要垫起来，好，再回正，可以是哦，1、3、4、5、6、7、8、2、3、4、5、6、7、8、3、2、3、4、5、6、7、8、4、2、3、4、5、6、7、8。哦，你记得数的不用有过的地方不用吼，不用吼。那手肘哦，数张会向后背，好吧？我们这个前面的三角肌啊，胸口的筋膜哈，拉开，就是往后撑开，啊，会有一点点痛哦，也不要太大力，哦，用太力做唔得，慢慢做，向后背，啊，如果你站着，啊，头会头脑啊，头会晕的，臭呢呐，坐着做就好了哦，啊，千万头晕就是休息，或者是坐着做，做运动，啊，手往后撑，脚跟抬起来，哎，抽，不用好了，记得哦，向后撑，打开来，好，手放下来。好，今天教的是3个全身的经络运动哦，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运动怎么做？点压肠胃，用板舟。好，手这个在运动的时候呢，手要堆叠，好堆叠，然后反手要刺，对不对？刚刚有测试过。好，那这个是刚刚有教过的。好，那第2个是教的是全身的这个律动，记得吗？好，今天教的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敲打胆经呐，哦，胆经的运动很重要，胆经，好，胆经在哪里？在外面，对不对？外面这个大腿的外侧啦，大腿的胆经啦，好，等一下就是要用握拳啊，拳眼、拳头、目足啦，拳头的眼睛去敲打这个大腿的外侧，太胳比我不会，哦，所以胳比小腿大腿要敲啊，要敲。那在敲的时候呢，我们要先练习蹲，好，蹲怎么蹲哈？一样哈，来，大家啊，跟我一起做哦，手打直，吸气，好，屁股向后翘，好，慢慢屁股往后翘，膝盖外八，好，身体重心向前移，好，再站起来，好，记得等一下就是蹲的时候就要敲脚哈，所以我们要练习深蹲的技巧，好，手打直，吸气，好，屁股往后翘，看前面。腰跟背跟头都是一直线，啊，不可以抬头，啊，也不可以腰也不可以驼背，不行哦，啊，这是正确的蹲的姿势，好，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再站起来，可以吗？好，所以我们要练习手要敲大腿、小腿，好啊，膝盖要微蹲，要蹲哈，好，可是哦，做4个8拍，慢慢来啊，预备起，1、2、3、4、5、6、7、8，1、2、3、4、5、6、7、8、3、1、3、4、5、7、8、4、1、3、4、5、6、7、8，好，这样敲下去。敲的时候一定要蹲，要蹲再敲。啊，如果你筋斗营都得腰有过往下来，哦，这个腰折到就不好哈，腰折久了，这折久了容易就会产生酸痛哈。你蹲的时候，苦哈伊蹲下去就是要蹲，好蹲，好蹲着去做运动。像我们筋斗营啊，周 C 哦，拿东西，起开就慢慢就下去搬了，这腰就折到不行哦。搬东西也是哦，好拿东西就是要屁股往后翘，这样搬。好，所以我们做运动，弯腰就是一定要屁股先往后翘，再开始蹲，开始敲脚，好做运动。好，要记得，好，这是我们今天教的顶部搞的3杂运通，我们复习一下哈，复习一下。第一个，手堆叠，来太高数这样，好堆叠，好反手刺进去。1的时候就是肚脐，好肚脐哈落哈，下一个拳头距离，好一个拳头跟跳嘛，好又不用好，又哈落踢缝，好用招数跳起了，好然后1的时候刺进去，2松，好1、2、3、4、5、6、7、8、2、2、3、4、5、6、7、8、3、2、3、4、5、6、7、8。7、1、3、4、5、6、7、8，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怎么做？刚刚做的就是我们这个全身律动哈，全身律动。来，扫膝站好，太高，好，手不用后，不用有固踢缝，不用后，手肘往后垫脚尖，好，数张，哦，数重了，好，放下来。可是哦，1、2、3、4、5、6、7、8、1、2、3、4、5、6、7，记得呼吸吐气哦，不可以憋气哦。4、5、6、7、8、4、2、3、4、5、6、7、8，好，这是全身律动。最后就是什么？敲打胆经哈，胆经就是要敲的，敲打胆经。好，用握拳，好，跟条马开起了，一打，太脚比握不会，好，细脚比握不会，好，大腿、小腿都要敲。那我们练习一次哦，啊，我们站姿，好，给我打开了，站姿与肩同宽，慢慢走哦，预备，好，开始，1、2、3、5、6、7、8、2、3、4、5、6、7、8、3、2、3、4、5、6、7、8、4、1、3、4、5、6、7、8，好嘞哈，好，走好嘞，就是我们顶部搞的全身经络的运动哈，运动。好，我们准备要收工了哈，好，收工了，大家好，空海舟，好，一起做，好，手打开了，先打开，好，成大字形，好，手心，手心哈，18掌，用弹钩拉一下，往下拉起一下，好，跳那，好，空调前不用下来，手不用下来，慢慢盖下来，吐气，好，慢慢盖下来，过来啊，吸气往上拉，慢慢来哦，用弹钩拉一下，好，跳那空调前不用下来，好，手不用下来，吐气。按轻下来，按下去，好，最后一次哦。鼻子吸气，慢慢的手抬高，吸气，向弹钩，好，肩条向弹钩，好，五足空弹钩，好，头回正，空调前，手不用下来，吐，好，大家做会轻好哦，好，你不会哈搞大家3杂运通，好，要好好练习，好，我们定下哈，就是回去哈要多喝水，好，喝水，好，大家。还困一下，